越南同泰國咧有5個咧完全唔同嘅地方啊，絕對打破咧每一位兄弟嘅認知。第一個，大家成日以為咧東南亞啲姐姐仔咧個個都黑胡甩突嘅，但係絕對唔係啊！因為無論泰國、印尼、咩菲律賓、馬來西亞，大家咧都好似下波睇馬鈴薯，又黑又突嘅。但係越南嘅姐姐仔唔同啊，全部都又白又滑，因為白天咧你基本上咧見唔到佢嘅人，包到咧手指罅都包埋，淨係見到隻腳嘅啫。但係夜晚咧，全部咧都露背短裙，開住部摩托車咧風馳電掣，所以嚟到越南咧嘅感受咧同泰國係完全唔同噶。第二樣嘢當然係越南菜嘅美食啦，大家成日以為咧越南菜好似泰國菜咁樣啊，又辣啊又重口味，完全唔係啊！越南菜咧非常之清淡同埋原生態為主，最正當然係越南河粉啦，食到啲小姐姐個個身材咧有前有後，全部 S 型。第三個就係越南嘅治安。大家以為咧東南亞嘅治安咧全部都係好亂啊，但係大家要記住啊，越南咧係行咧共產嗰套啊。我哋共產主義最關鍵係咩啊？保障平民嘅安全。越南係一個真係禁槍嘅地方。泰國佢表面咁黑市買幾千蚊買到，但係越南係真係你買唔到槍。咁啊第四個，越南洗頭同泰式按摩究竟邊個舒服啲呢？南哥咧呢兩個地方咧機場體驗啦，泰式按摩咧係注重按嘅辣嗰種感受，越南洗頭咧係專注全方位，有每一個細節咧做得非常之到位。我唔敢講話邊個好唔好，但係絕對亦都係各有千秋啊！最後當然啦係越南小姐姐嘅性格啦。表面上咧，越南嘅小姐姐咧著得咧非常之開放啦，你會覺得佢咧好似泰國咁樣非常之隨便，但係南哥話俾大家知，絕對唔係啊！越南嘅女性咧，全部咧個性咧非常之獨立，非常之剛強。因為大家要記住嚇，越南咧係打仗打咗幾十年啦，打咗咁多年仗咧，導致咧男丁咧以前非常之稀薄。每一個越南女性咧都必須要出嚟做生意、做工作、養家活兒，仲要服務埋自己嘅男人。所以咧，越南嘅女士咧係非常之剛強。如果大家咧都有朋友咧揾個越南老婆嘅話咧，麻煩評論區講一講佢哋嘅婚姻究竟幸唔幸福啊！